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摆倒来伫咱的中间，甲咱伫耶稣基督名三到伫遮来聚会。后礼拜咱要庆祝母亲节。这礼拜我想是先进入，讲咱的上帝有母性的爱，咱的上帝有母性的能力。讲到女性，对不起，OK， 女性有一个真神奇的能力，伊会当有真大会转化，甲代志转化。才有人安尼讲，只要你互女性一粒种子，这个女性伊互你一个囝；只要你互女性一间厝，这个女性会当甲伊照顾到一个家庭互你。只要你互女性甲准备一寡食材，然后这女性伊有能力通好甲你办一段岛，澎湃的好康的，逐个人伫遐啉食来快乐。女性伊本身伫小姐做小姐的时，甲伊做老母的时，这个中间有真大性格上甲能力上的转化。真侪时阵，咱会感觉讲一个人伊少年的时都毋是安尼，他会到有做老母了后，所以咱若看到动物哦，你若看到动物生囝了后，迄个动物迄个你毋通随便乱挖，因为有生囝了后，迄个性情无共款。伊会有真特别的能力，要来保护伊的下一代，保护伊的家族。这个咱咧讲老母的手，摇动摇篮的手，迄个摇动摇篮的手，慢慢啊，慢咧摇到最后，咱拢毋知影倒一个囝将来摇到将来变做这对家庭、对家族、对这个社会有啥物大的杰出的表现。所以摇动摇篮的手会摇动世界，吼！总是这个摇动摇篮的手，后礼拜咱要，太介意直跳，来，个太家己直扫去，对不起啊。哦，好，停伫遮。咱咧讲到女性对伊的主强，伊会当生出一个搁一个的囝儿来。咱今仔日我主要要甲咱讲到女性的能力比较上帝的能力。当然，这袂当比，总是有伊类似的所在。讲女性对伊的主强会当生出一堆的囝儿来。然后上帝对伊的话来创造宇宙甲万物。原本这世间是混沌，逐项拢无真混乱。总是上帝讲，上帝出声，上帝讲世界就安尼成，就变做对混乱到真有特殊来。女性为着要照顾伊的囝儿，为着要培育伊的下一代，伊欢喜受苦，欢喜牺牲。然后伊为着下一代，伊偌呢真侪时阵，伊偌呢酸偌呢疼，伊还佫直咧坚持落去。这个上帝，咱这个上帝，为着要拯救伊所创造的百姓，伊无惜伊家己的独生圣囝享受世间，然后予伊的独生囝为着这世间受钉伫十字架顶，迄个撕裂的，将伊的独生圣囝拆离伫天堂。然后，予伊刀正肉身点伫这世间，为着世间人来受苦。这个过程拢是有迄个母性的疼甲牺牲伫遐。咱咧讲母亲摇动摇篮的手，遮尔伟大摇动摇篮的手，总是这个母亲伫这个母亲的内面有上帝的形象。咱拄则伫咧读的圣经是讲。上帝创造
奇怪，今仔是安怎？OK， 上帝创造人类，照伊的形象来创造男，创造女。将来有机会，我甲咱来三甲来分享，迄个其实圣经内面的创造有两个创造的故事伫遐。今仔日咱读的即个第一章，则咧讲上帝照伊的形象来造男造女。那安尼对第一章即个则来讲，男女是平等的，还是男较大，女较细？照伊的形象来造男造女。第二章的时，咱咧也阁有另外一个故事，是讲上帝大先用土做分一个开，然后亚当出来，然后对亚当对的迄个协的骨，再摕出来做一个女的，讲是亚当甲迄个女的讲，你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第二章的创造的故事，甲第一章是完全不相像。咱不同时。那伫咧结婚的时，咱拢会用创世纪第二章的故事。总是今仔日我用的是第一章。第一章即个则伫咧讲到上帝照伊的形象创造人，然后伫遮有男有女。所以若讲伫咧讲到男女平权的时，拢会倒转来伫创世纪第一章，用创世纪第一章。若咧讲到女性都要顺服男性的时，都拢会去讲到第二章。这是圣经的。伫即个遮我咧讲到上帝的能力，女性会生出囝来，上帝用伊的话来创造即个世界，然后创造了，上帝阁互人一个真要紧的任务是啥？讲我将即个有世界万物交伫你的手，你着爱尽力去治理即个地，然后去做一个好的管理者。无论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路上的这动物，恁着要好好人你着好好去管理伊。上帝赏赐人智慧、才能各方面，总是人你着爱去管理，做一个好的管家，去管理上帝所创造的。那安尼，人是对其他的动物的中间，迄个精神的中间，人怎特别受提升出来？这是上帝伫创造论的中间真特别，所以咱咧讲人类是万物之灵，人是对万物的中间搁较处理出来。耶稣基督来是要救人类，这个精神无拄拄是伫迄个救赎的内面。为什么？因为精神内面无有灵魂，其他的遐个。通托无有灵魂，独敢若人类有即个灵魂。耶稣基督为着人类来死，所以人类受创造的时，受上帝高举到一个非常悬。咱个迄个诗篇讲，比天使离较殊。伫上帝甲这万物的中间，人类客伫迄个受造的中间上悬的位。然后上帝讲，看这一切。所做的真好，有暗时，有日时，这是第六日，世间就安尼。太个直直走。OK。伫遮还佫咧讲到今仔日我佫用的是路加15章。这就咧讲到，这是耶稣的譬喻。耶稣的譬喻讲啥？讲上帝国亲像某人有两个囝。上帝国讲亲像某人有两个囝。然后迄个细汉的对老爸讲：“爸啊，请将我应得的财产分予我。”因为圣经描写甲那敢若真轻松。细汉囝对老爸讲。请你将我应得的家业财产分予我，老爸就怎安尼分？够有影？无，这个跳过足侪挣扎，这跳过足侪的冲突。伫古早时代，伫犹太人的背景，当时才有伫咧分财产，拢是老爸死了后才有咧分财产。这是老爸也知咧。细汉囝竟然甲老爸开嘴讲：“老爸啊，请将我应得的。”
老爸老母也伫咧，你透有咧囝儿咧，你应得的份，迄个太对士大人伤过头的侮辱甲看见，无甲士大人看在眼内，我应得的分互我，然后圣经随时就讲，老爸就分互伊。其实伫即个遮老爸做老爸有真大的挣扎，今日可能继续直吵到最后，老爸真正分互伊。虽然老爸看这是不敬、不好、无妥当，即个囡仔即句的性格，即句大项拢无适合，将财产分互伊，总是因为伊在吵，老爸不得已就怎啊将财产分互伊。咱就看到圣经讲，即个囝等于摕到老爸分互伊的财产的产业了后，伊即时甲遮的不动产变做现金，然后就走到远的所在。今日是安怎都爱走到远的所在？你知影讲离开士大人，离开庄头，离开伊的亲人，离开伊的朋友，走到远的所在，伊要安怎样过日子，拢照伊心所爱。OK， 所以伊就伫外口遥远的所在，过少年人所爱的生活。圣经讲无久，伊甲遮的财产拢算了去，伊嫖赌饮又放荡，遮开了去了后，佮拄着迄个所在大饥荒，找无工作，无通通维持伊的生活，然后离开厝遐尼远，无面子通倒转去，为伊。就是到处当啊，伫咧甲问看有啥物物件通做无？因为饥荒，逐个人拢无工作，无通食。后来去找到一份工作，讲叫伊去饲猪，猪就爱食喷，猪就爱食人，即食剩的物件。讲伊腹肚枵无通食，枵甲讲定定都爱摕迄个猪的面来家己充饥。即个日子过一段时间了后，真长的时间过了后。圣经一个真要紧，伊讲即个细汉囝，伊讲伫遐伊觉醒醒悟过来，伊觉醒起来，然后伊讲伫我老爸的家，有偌济请工，因有物件通食，拢食有剩，我竟然要伫遮饿死吗？无爱，我要起来。留意迄个圣经内面，耶稣讲上帝国亲像啥？上帝国亲像某人厝内有两个囝，这个要紧是今仔日咱讲的这个细汉囝，伊放荡、算账，所有老爸予伊的物件拢算了，然后伊伫迄个遥远对落的所在，伊醒悟过来。但这个囡仔醒悟过来，转来到伫老爸的家。遮咧讲，伊转去到伫老爸遐，伊要转去佫倒靠伊的老爸。伊甲伊的老爸讲，伊讲我要起来，到伫我的老爸遐，因为伊遐有真侪请工，我是无面子通佫做老爸的囝。老爸啊，你若会当，甲我当做你的长工的一个。伊想讲，若安尼起来要甲老爸讲，所以最后伊就决定离开伊迄个饲猪的生活，真正回头转去找伊的老爸。圣经伫即个遮讲甲真清楚，伊第18节讲，我要起来到我的老爸遐去。伊讲老爸啊，我得罪天也得罪你，打了后我不配做你的囝。总是等于真正等去到伫老爸遐，讲离厝也佫真远的时，然后老爸远看到即个囝，老爸就冲出去。老爸心内慈悲怜悯发生，老爸走出去，然后抱着伊的颔棍，全直直甲针。这个囝是这么不懂，这么不好，竟然这个老爸是这款的心肠，不计前嫌，主动去找伊的囝，主动去抱伊的囝。主动去针伊的囝，囝直直感觉讲老爸我不配，总是老爸就甲带入去到厝内，甲伊遐的萝卜讲来啊，带我即个囝去洗身躯，
然后摕上好的衫甲穿咧，摕手指甲戴咧，将上新的鞋甲穿咧，然后搁出去，甲咱厝内迄个上肥的牛啊掠来杀。因为我即个囝是死搁活，失落搁找着，咱就欢喜快乐，咱就欢喜快乐。因为伫即个所在，我要甲咱三甲搁转去哈。今日即个太，拢踮仔咧跳。咱看到，伫即个耶稣伫咧显明讲，阮伫天里的爸，耶稣将即个天顶的上帝介绍互咱。但伫即个上帝的形象的中间，咱若讲到传统，若咧讲到传统的士大人是真有尊严。传统的士大人就是男子外女子内，查甫人出来外口伫咧拍拼，然后攻击厝内所有一切，查甫人成做一个保护者、攻击者，然后伊设定伊的家庭的规矩，逐个人就照安尼来过日子。查甫人讲到父性，讲到查甫人讲到一个标准伊的能力、伊的权威。总是伫圣经的内面，耶稣伫咧讲，即个天顶的老爸，伫上帝国即个老爸，伊疼惜虽然囝儿放荡不孝，算当所有，只要有一日即个放荡的囝仔会晓醒悟过来，会晓醒过来，会晓回头，天顶的上帝拢会主动去甲抱，看伊做宝贝。我想耶稣主要伫咧表明讲，咱天顶的上帝是即款的天父。但即个天父伫耶稣的描写的下面，即个天父伊是伊的慈悲，伊心内充满慈悲、饶怜悯，真温柔，心肠真宽阔。然后伊充满包容、赦免、甲等待。伊咧等待即个浪子会当回头，其实即款你若看到的即个天顶的耶稣咧描写的即个浪子回头即个老爸，你看到伊的本质表现出来，拢是差不多是母性，拢是差不多母性迄个慈悲。所以伫即个浪子回头即个遮，你看无到老母，你敢若看到一个浪子细汉囝。伊对老爸、对这个家庭充满不满、怨恨，然后要道歉，然后天顶的老爸，伊怎样伫遐伫咧日日听候，囝也搁定老爸就已经认出来。你咧讲，这是老爸已经年老，目睭讲起来是花，目睭无通真明，总是迄个囝。迄个我已经失了偌久的囝，老爸日日踮仔伫咧笑脸等待的囝儿，听候伊突然有一日出现的时，老爸对老爸顾大汉的迄个形影，伊真清楚，伊认定这是我的囝，伊就撞出去啊，就甲揽咧，就甲针，就甲带入来。囝儿无声敢转来，囝兄袅袅带。总是即个天顶的老爸，伊就是用即款的心情，踮仔伫咧要挽回一个囝儿，对即个囝儿失落的囝，充满迄个等待充满，然后叫伊甲上好的衫，甲手指挂咧。你知迄个衫穿着要穿即领衫，主人咧穿的衫，甲奴仆咧穿的衫是毋是无相像？迄个。身躯洗了，摕一领好的衫，甲搭落去，甲穿落去，表示过去的遐拢清除啦。现在我要用一领新的衫甲你穿，对打开始你已经属于这个家庭内面的一份子。你毋是一个你毋是一个外人，你嘛毋是一个奴才的一份，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手指，咱古早人。若咧做大官的时，伫咧创一个声，拢是迄个手指一个看面。
所以伫即个遮入来到伫厝内，主人老爸换了搁一摆，将即个手指搁甲挂咧，互伊伫即个厝内会当执行一寡主权，会当决定一寡代志。所以老爸是即款的心性，话签落去，即个话签这是厝内人，签即双话会当伫即个所有主人的厝内行达自由进出。所以对头到尾，即放动囝入来，等于回头转来到伫主人的家时，老爸的家时，老爸真正看伊是一个亲爸的囝，搁一摆认定伊，你就是我的囝。老爸讲去啊，将厝内上肥的牛，甲掠来抬。老爸伫咧期待，这个是一个圆桌的快乐。你看到温柔、慈悲、怜悯、包容、等待，然后爱的款待，这拢是女性伫咧做的工去，通常拢毋是男性。总是你伫即个遮看到耶稣咧讲，天国亲像安尼，天国的老爸亲像安尼。另外，当咱伫咧讲到，当耶稣将即个天顶的老爸介绍互咱的时，我想互咱有一个心，一个温暖。不管过去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咱是一个伫上帝的国，咱是互上帝伫咧期待的人。上帝伫咧期待有一日你会当倒转来，期待有一日我会当倒转来。佮即个倒转来，毋是囝儿主动，毋是囝儿主动。囝儿是失败，罪恶心满满，规身躯臭鼓鼓，规身躯垃圾里落，规身躯太过牛拉落，总是老爸是走出去，老爸走出去，主动甲伊带入来，主动摕水互伊洗，然后甲伊换煮，这拢是老爸所有对老爸即个遮来，上帝国伫咧等咱。但你、但我，咱咧只有一个动作，回头倒转来，亲近主，求救主，然后爸啊，我得罪天，我嘛得罪你，我未肯定。所以，当咱每一个人伫咱的心内，若定定存即款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我不配做你的囝。你若认为家己若不配，你若认清楚你家己的无能，若知影家己的软正软弱破口，你若拿清楚知影这点，这个是上帝伫天国内面看做上宝贝一项。人拢有伊的过去，总是迄个过去，若会晓醒悟过来，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但拄啊，伫即个遮，耶稣通过即个，伫咧甲咱表明，即个天顶的上帝，伊超越传统咧讲的迄个父权。天顶的上帝无干那停留伫迄个权威、迄个能力，伊有能力创造宇宙万物，伊有能力对无到底有。总是即个天顶的上帝无误用伊的权柄。即个上帝伊伫伊本性的内面，也阁有迄个母性的爱，真丰富有迄个母性的特质。所以对即个上帝来创造一个母亲，母亲对上帝来创造，因为这个是一个真特别的信仰。上帝本质的内面，伊有男性的权威能力；这个上帝本质内面有母性的温柔、慈悲、疼痛，然后伊的等待。咱后礼拜咱要庆祝母亲节另外咱望咱会当带一寡咱的朋友。三甲来听讲咱后礼拜会较丰富哈，所以趁即个时，咱这是移民的社会，
若会当的时，招咱厝边，招咱隔壁，逐个人三甲来遮庆祝母亲节，互因会当伫遮偶尔会当享受到迄个海外迄个温暖。OK， 当咧讲咱伫咧庆祝母亲节，拄则我伫咧讲，即世间真感谢有母性的疼，有母性的爱，有母性的即个照顾甲保护。女性迄个摇动摇篮的手，直咧栽培家庭内面每一个生命，咱拢是对遐受栽培出来。上帝有即个母性的形象，即个母性的形象，毋是上帝对母性的形象出来，是母性的形象对上帝来。即个比较，咱3月、4月伫台湾，拢伫咧烧妈祖哈。台湾上大的妈祖的迄个油景是苗栗的白沙屯。你知苗栗的白沙屯迄个妈祖出巡一摆安尼差不多9天8夜，安尼一个出去安尼吼，9天8暝迄个咱今仔日的人客迄个县长张老夫妇拢伫彰化白沙屯，逐摆若迄个白沙屯妈祖安尼过，爱去新港，然后都爱去停留伫彰化。你知影停留伫彰化，迄个人口偌济呢？干那即个白沙屯才40万人，40万人。白沙屯即个8暝9天的优势 ，OK。即个了后，白沙屯了后，也阁有大甲妈差不多20万人。时间拢伫迄个3月4月。你知影讲彰化，因无论是对大家来，嘛爱伫彰化过暝，转去嘛是爱搁伫彰化，所以这一批一批拢经过彰化，彰化就变做阮住伫遐吼，到半暝12点放炮半暝1点放炮半暝2点也咧放炮我入要到伫彰化永福教会做牧师的时，我就发动教会内面，我拢甲教会，若较使11点半了后，若也有人当放炮因为迄个炮若放落，乒乒叫，足大声，有够久的安尼吼。阮就开始拍电话，叫消防的啦，叫派出所啦，叫即个然后控制甲我伫遐的时，有一段时间已经较无起来，因为市长是家己的朋友，县长一寡委员同西，即阵我搁今年我搁伫遐拄啊，原来拢伫遐伫彰化过暝，哇！即摆时间搁拖起来，拖起来。这个遮列为台湾上大的宗教，就是妈祖的崇拜。妈祖伫台湾即个都市的中间，人拜妈祖拜了人口上济。是安怎样？人妈祖会当得到台湾即个多数人民遐大的欢迎甲喜爱？为什么？妈祖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OK， 妈祖是女的。迄个人伫即个生活的中间，真较无有迄个女性的爱，女性的宝贝，女性有迄个慈悲，有迄个怜悯，女性会当较侪对苦难较侪会体贴，女性的神 ，OK， 所以。每一个迄个较高老的民族，因拢有迄个女性的神，女性的神，原来同款对迄个生产，
对无到底有。因的崇拜是迄个女性的生产的能力，以及女性迄个慈悲怜悯的心怀甲特质。所以我即句我要甲咱讲，因他宗教的人是对人妈祖是伫福建梅州的一个女性嘛，对无？所以妈祖是一个人，但是一个人一个做孝女。有真侪传说，有人讲伊是迄个伫咧算命的，伫咧改运的人，即个吼到尾都原来死去伊的老爸死伫海里，兄死伫海里，伊后来心艰苦，原来怎跳落去？人毋甘，因为庄头有真侪人互伊照顾过，毋甘，然后无论无共款的朝代的人，为着要来安顿即个。福建这边遮的人，怎甲即个小庙，怎直直甲封，甲妈祖，怎灭娘，迄个灭娘，怎直直甲封到尾啊！妈祖即马变做天上圣母，天上圣母。伊天上圣母咱的上帝咧，天上圣爸敢毋是？咱的上帝是天上圣爸。伊是对一般的一个人，甲怎直直甲高升，直直甲高升到变做天上圣母妈祖。OK， 我想对这个遮直咧讲到一项，人对女性有渴慕，人对女性有崇拜，有敬意。我想这个女性有伊水的一面，这个是对人渴慕这项。迄个女性的爱、女性的温柔、女性的包容、女性的软的一面，人真爱。总是咧看到一项是一般的信仰是甲人高升变做神，人对人高升变做神，佮所有的人拜到即落形，敬虔到即落形。咱是上帝创造天甲地。咱是上帝创造人，因甲人变做神，咱甲创造人的神，咱拜到煞无啥物精神，无啥物热情，无啥物信仰。你知影讲，因迄个高工伫外口咧走吼，因通常有一项，这是西方的学者来台湾，因原本是要来笑台湾人遮里迷信。因有一个团队来台湾，伫咧做研究，想笑台湾人太迷信到即个型。结果因来时，怎为着要收集这个资料，怎倒因落去行？因发觉这是一个 miracle。高工的中间，因毋免诈钱；高工的中间，因毋免去订旅社；高工的中间，因派的即个简单的行李。出去，明日你摕咧，休困的时你摕咧，你去便所，你去创啥？你摕迄包，对头到尾无人会甲你偷摕。然后高工的中间，你若旅社毋免订，你有自然有所在通困。然后高工的中间，你毋免去订烦恼讲倒位会当随身躯，自然路呢拢有人会设法互你。然后食路中摆甲物件做，逐个人拢摆伫路边，管你要烧的、要冷的、要啉的、要创啥，逐项拢有3顿。到暗时12点啊，还有人伫路呢，当晚咧分物件。这讲，这伫西方的世界哦，你物件若一个客咧，人无伫的，物件安怎？无去啊！你讲一个出外，你拢毋免订旅社，你有法度当出门，佫毋免trả錢。因讲，这是一个对因来讲，迄是一个 miracle， 伫西方无可能有。总是因真正就是安尼行，安尼转去。人佫哪行哪做，哪行拜甲足热情。另外，我敢若伫即个遮，伫咧甲咱三甲来做一个对照讲，人一个假的神，人的手所做的铺塌起来的假神，人就拜甲安尼。咱呢？咱甲一个创造咱生命的上帝，怎甲徛伫边啊？
无冷无烧，无要无紧。然后伊咧讲啥，咱无一定咧真在意。我想今仔日我主要我要讲这项，咱毋免搁去另外去敲测另外一个女的神。天主教会，伊嘛伫咧创造一个女性的角色来补足上帝。因用什么来补足？玛利亚。所以因会对玛利亚去祈祷，因会仰望玛利亚会当替因传达因的需要，甲祈祷互上帝。因伫因的心观的中间，因感觉上帝的本质不足，所以爱去创造玛利亚，爱去铺坦玛利亚。认为伫咱的信仰内面毋免。耶稣甲咱介绍的这个天父，伊本身内面就有这个真丰富的女性，因为女性是对上帝来创造，毋是上帝对女性来生的。所以，这个女性有这的温柔、慈悲、这的宽容，我想。这拢是对上帝，所以圣经伫这个诗篇讲：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耶和华这个上帝怜悯 （compassion）， 这是一个女性的特质；慈悲怜悯，这是一个女性的特质；无快生气，这是女性的特质。总是伫咱的上帝早就拢有，所以咱仰望。咱的信仰，咱真正咱好来认捌这个上帝。咱注意一项，咱年纪拢伫咧大，咱拢伫咧老化。那咱的老化到一个程度了后，咱当时这个肉体若结束，你将来要对倒位去？咱的生命结束，肉体的生命结束，你的灵魂要对倒位去？因为咱有这个创造的生命的上帝，有一日。你我咱的灵魂要转去上帝遐，咱爱去投靠上帝。所以伫这个圣经伫咧讲，我的好处无在你以外。咱人生的好处拢伫这个上帝本身，你著甲这个上帝抓好调就好。耶稣基督就是咱的中保，伊带咱这浪子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所以，愿咱无用别个上帝来代替，咱只有一心一意伫咧追求咱的主、咱的上帝创造天地这个上帝。伫伊的内面有丰丰富富的听，伊有男性的迄个权柄能力，通来创造世界。伊嘛有迄个创造女性、创造母亲迄款的慈悲疼痛。所以，咱伫咱的这个上帝内面来找到伊的慈爱。毋望咱有缘成做迄个放荡主，会当转来到伫天父的家，甲伊讲：爸啊，我有得罪天，嘛有得罪你，我袂堪得。总是当咱若讲咱袂堪得的时，咱的上帝就甲咱浸那大下，咱的上帝甲咱抱那安。因为伊会毋甘咱，当咱面对这个上帝，面对这个创造母亲的上帝，是咱后礼拜咱要庆祝的母亲。咱仰望这个上帝，真正真侪，甲你的性命抱坦、照顾、陪伴，直到有一日，你真正搁转来到伫伊的面前。愿上帝的神。陪伴咱的心，互咱真正会当人假神拜甲遐尼敬虔，仰望咱也阁会当伫咱所存的日子，咱个人会当甲这个上帝，甲认好清楚，牛好调，然后有一日，咱甲伊会当伫天的家三甲团圆，三甲的祈祷。阮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阮阁一摆转来到伫你的面前。愿每一个礼拜，阮拢是亲像浪子倒转来到伫爸的家。愿每一个礼拜，阮伫遮三甲伫咧领受圣经的话，做阮生命的引带甲快乐。
当阮伫即个遮三甲兄弟姊妹三甲伫遮聚集的时，无论伫楼顶伫咧做礼拜，还是等下阮到伫下骹三甲伫遐分享，三甲伫遐交谊，阮拢亲像伫咧享受迄个天顶的老爸为着浪子所备办来啊！请所有全家，包括罗卜，拢来三甲坐倒，因为我即个囝是死过活，死了搁得着。即个天顶的老爸直直要用欢喜快乐三甲坐倒，互即个厝内充满笑声，互即个厝内充满团圆。愿阮即个教会真正会当伫真理内面，大家来实践听。虽然阮逐个人无完全，阮醉心满满，逐个人拢有气格。总是阮伫遮会当亲像阮逐摆若咧礼拜，后阮的同工伫遐甲阮客着，逐个人入来到伫遮，三欣赏、三鼓励，讲好听，逐个人伫鼓励下面互相鼓励，三甲互欣赏，然后互阮软正软弱会当哪来哪水，因为伫遮互相的鼓励，因为阮有听，互相的肯定。因为阮伫咧实践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互阮新的改变。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